样想，但是我也想到，我也曾经有这样的梦想，特别是在我真的是刚信主的时候，所以我很希望他可以现在去做。让我们更多的安静，更多的安静，更多的安静。耶和华说：“我知道，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害的意念，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。”安静对我们并不容易哦，因为我们每一天有好多的事情要筹办，我们一有时间，离开手机的时间不多，那一有时间离开手机，就马上会有好多好多的事情事务要处理。那我们现在用《深深爱你》这一首歌，更深的来敬拜我们的神。那我们在座位上，在座位上坐着，用这一首歌。我们可以一起唱，也可以继续安静，继续安静的默想，也可以一起唱。我们很自由的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自由的让圣灵来运行，自由的来敬拜。在我心门不定地叩门，渴望爱我，每天与我同行，越认识你，越深爱你，哦，耶稣，我的心的满足。深深地敬拜，深深地献上我的爱。你是真人，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。深深地敬拜，深深地渴慕你同在。愿我更多为你心意，与你心连心。在我心门不停地叩门，渴望爱我，每天与我同行，越认识你，越深爱你，哦，耶稣，我的心的满足。深深地敬拜，深深地献上我的爱。一生之人，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。深深地敬拜，深深地渴慕你同在。愿我更多被你吸引，与你心连心，扬声呼喊，耶稣我爱你，高举双手，让我们向你，我的耶稣，为我舍命，爱我的救主，我真诚遇见你，扬声呼喊，耶稣我爱你，高举双手，让我们向你，我的耶稣，为我舍命，爱
深深地献上我的爱，一生只愿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，深深地敬拜，深深地渴慕你同在，愿我更多被你吸引，与你心连心。愿我更多被你吸引，与你心连心。让我们闭上眼睛来祷告。在接下来每一个关卡、每一个时刻，愿主都亲自对你说话。或许是一句经文，或许是一个画面，或许是一个深深的感动。请你不要怀疑，那是圣灵在你心里面轻轻地敲门。他爱你，比你曾经爱过的任何人，被任何人爱过都还要深。他为你预备了一条满有盼望的路，这一条超越你能力、经验，超乎你所能想象的道路。让我们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来聆听神的声音，我们来听父神的心跳。好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闭上眼睛，安静的来领受。然后我们手上都会有笔，当你领受到一个感动，不管是什么，你就可以开始写下来，在第一章父的心跳。要用薄的那一本写哦，因为你不想，你想要带导的事项，就写在薄的那一本。那带导的事项，记得写上你的名字。那我们那一张，等一下我们会交给我们的学务主任。交给我们的学务主任，我们会主任这边会收藏起来，会为大家来带导。如果你没有要交出去的那一张，你可以写在你的本子上。今天神对你说的话，好，我们用一点点时间，让大家可以安静，可以来领受。
续闭上眼睛哦。好，那有些同学还在写，没有关系哦。我们来想象一下，你现在在一片很安静、很安静的花园当中，你可以看到阳光是很温柔、很温柔的洒在那一个草地上，风很轻的在吹，轻轻的吹过你的脸，好像旁边还有细细的河流的水声，这样的安静围绕着你。但是当你往里面走的时候，你看到一个好像温室，里面有一些很漂亮的花。这时候你发现有一朵花在那个荆棘里面，在荆棘里有一朵很漂亮的花，可是它在荆棘里面，你在仔细看的时候，那一朵花上面有很多被荆棘割伤的伤痕，那些伤痕让那一朵花在流血，每一道伤痕好像我们曾经受到的伤害。或许你曾经错待人，或许你曾经被错待，或许你曾经被言语伤害，被批评论断过，你被质疑，你不被信任，你有好多好多的忧伤，就好像这一朵花一样。你觉得你的忧伤好像没有人可以诉说，你的问题好像没有人可以解决，你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你很无助。在这个时候，有一双手，它穿过这个荆棘，它轻轻地护住了这一朵花，把它取出来。这一双手是耶稣的手，是钉痕的手。耶稣他拯救我们，他背负我们一切的重担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一个担子是他无法背负的。今天神要释放你，释放你在他的同在里。耶稣对你说：“孩子，我知道你常常很努力，但是我更渴望的是你能够停下来，只是坐在我的怀里，听着我的心跳，感受我的爱。”我们请眼睛继续闭着，我们请红人传道把今天天父的小卡发给每一位。好，这个小卡没有重复哦，没有重复哈。你们继续把眼睛闭着，我们等红人传道把小卡发完的时候，我们再来领受。亲爱的圣灵，我们邀请你来拥抱，来医治，亲自的来安慰每一颗曾经觉得孤单、曾经被拒绝的心，在今天晚上被你来充满。我们相信你的爱比我们的软弱更大。
说出口的。是的，主，你亲自的来安慰，你亲自的充满。主他常我们在他的羽翼下，他遮盖我们，我们在他大能的手中。即便是海水翻腾，波涛汹涌，我们仍然要安静，知道他是神，他在我们手上的工作并不停止。即便是我们看起来好像没有路可走，但我们的道路在他的手里，他使我们安然信靠。在风浪中，我们能不能放下？我们能不能学会放下？当在风浪中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放手，让神来掌那一个舵？在马可福音4章37到39节，忽然起了暴风，波浪打入船内，甚至船要满了水。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。耶稣醒了，斥着风向海说：“住了吧，静了吧。”风就止住，大大的平静了。哈利路亚！我们的神是使风浪止息的神，我们的神，他掌管我们的未来，掌管我们的明天。让我们学会放手，交给他。让我们用这首诗歌，再一次的宣告：主，我要安静，知道你是神。我与你
有一些的风浪挑战。那我们最常遇到的是哪一些生命的风浪呢？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边哦，害怕孤单，没有人懂我，不知道未来，家庭的压力，失败的恐惧，还有过去的伤痛。我们可以想一下哦，我们现在在每一个小组，我们可以想一下，然后我们彼此的来分享，在你的生命中，有这个风浪挑战是什么？我们可以轮流的来分享，每个人用一点点的时间，每个人可以用1到2分钟来轮流的分享。好，不要害羞哦。我们可以来分享，就是当你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，你是怎么去面对的？我们在这边都有很多属灵的师长、牧者，那相信你们的生命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，因为我觉得我才刚误会就这样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你们是怎么走到现在的，真的我没有办法想象，真的。对，但我觉得，我自己想象啦，就是说，如果误会越久，可能就越没有人可以说话。对，那我相信今天每一桌都有很棒的师长，那都是同学们很好学习的对象。好，那我们写好之后，对，每个人都有拿到自己的卡片哈。对啊，这是你们专属的哦，每一张都不一样哦。好，那我们开始来分享哦，我们就给大家，到45分，好，45分来刮照一下，来叽叽喳喳，我们彼此分享一下，两还是你们要一个？现在开始做，等一下。
失控的感觉，它反映起来是一种控制感，但是其实核心里还是我们因为你怕失控，因为你怕自己失控，没办法弥补那个失控的后果，所以导致你想要加倍给到每一件事情都看到自己，就好像最近教会在见证的实例，就是要有让天父请上来见证。我就有事情会先可以用整理过稿子，因为希望大家讲话不要很散，这样就会遇到没办法 OK， 那我心中就会在想，我就在想，就会反省这件事情，就是说，我好像会要把它压在我就想要给他一个提示，让他完全照我就是1、2、3段，中间就是一个重点，就讲到以后大家都觉得反正就下来，但他就想讲很久的时候，我就在想这件事情，但他我就会反思到自己。还是要一方面要多方面的衡量，一方面台下就是我们想做自己，台上就也要有自己。但是我还反省我自己，就是有一种想把这个东西控制的好好，就是我自己心态，要学习，所以我写控制差失控，这是我生命的风浪挑战。消去，那当然到这个年纪过去的时候比较不习惯。那年轻的时候当然你习惯了。我现在已经不单认识这个，所以也没有什么。过去要管吃饭的，就管吃饭的，然后过去的生活。同学们，好，同学们来，我们现在要来交托喽。来，我们在那个生命的风浪卡，好，我们分享到这里哈。生命的风浪卡写下想交给神的风浪，好，我们先写下来，好，又写到那个薄的那一本哦，我们把它撕下来哈。好，我们写好之后呢，把它撕下来。然后我们拿在手上，那我们就过来这个地方，我们这里有一个交托箱。好，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动作，我们写下来，我们真的把它交托给神哈。在薄的那一页哈，薄的那一本，然后把它撕下来，你想要交给神的风浪，写好撕下来就可以来到这边。
把你的这个风浪卡投入这个交托箱里面。好，投入的时候呢，要说平静吧，奉耶稣的名。当大海不管怎么翻腾哈，来，我们撕下来，写好撕下来的同学就可以慢慢的过来。这个有上锁的，不要担心会被偷看。好，我会把锁交给学务主任，好不好？你们要信任他，他会为你们带导。而且这个箱子是黑色的哦，看不到。哎，哇，我们的勇士摩西，来念，要说，奉耶稣的名平静，不是把你的讲出来了，奉耶稣的名平静吧。平静吧。好，来丢进来。每个人都要说，奉耶稣的名平静吧。麦克风是这样用。阿门。阿门。奉耶稣的名平静吧。阿门。奉耶稣的名平静吧。阿门。好，还有谁呢？来，静蓉姐来，快点。这个拜拜。拜拜来喽，拜拜。奉耶稣的名。奉耶稣的名平静吧。好温柔。奉耶稣的名平静吧。奉耶稣的名平静吧。还有没有人还没有教的？好，牧师。奉耶稣的名平静吧。所以那你要大声一点。奉耶稣的名平静吧。还有谁不教？都教了哈。哎，怎么唱那么大声？来，哎，来，没礼貌。我来了。你是一张写不够是不是？对。奉耶稣的名平静吧。阿门。奉耶稣的名平静吧。大家都好温柔哦。奉耶稣。奉耶稣的名平静吧。奉耶稣的名平静吧。一层我知道他写到背面去了，对不对？奉耶稣的名平静吧。好，都交给神了哈。那我们真的要想起这个经文哈。起了暴风，波浪打入船内，耶稣醒了，斥责风，向海说：“住了吧，静了吧。”让我们一起说：“住了吧，住了吧，静了吧。”静了吧，再一次，住了吧，住了吧，静了吧。静了吧。好，常我在赤港荫下。我在是地下。为什么？一起唱，安静。当大海翻腾，波涛汹
稣，我们承认自己曾想要控制一切，但是今晚我们选择交托。风浪也许还在，但主有你在船上，我们就可以安息。阿门。接下来我们到了第三关哦。好，第三关是什么？第三关是把我的计划交给神。放手在这个十字路口。当我们来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，我们人生中有很多选择，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很想要紧紧地抓住那一个属于自己的计划，因为好像比较安全，好像比较是我可以控制的。但是神今天邀请大家停下脚步，神要问你一句话：孩子，你愿不愿意把你的计划交给我？耶稣的榜样在客西马尼园，耶稣面对十字架，他即将要上十字架，他也曾挣扎过，但是他最后的祷告却是：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当我们放手的时候，神的计划就开始接手，神他开始可以做他在我们生命中要做的事。你们有看到这个图片是什么吗？不会有人不知道啊！我先不要说有没有人知道，先说不知道的举手。不敢承认。他牧师举手了，果然他最老实。这是鬼灭之刃那个一个动漫那它是现在很夯的电影。好，如果没看过的话，也可以先看看它的剧它就是有一边是恶魔，有一边是专门打鬼的这样子。对，有一边叫鬼杀队，有一边是魔鬼。好，所以就像今天白天院长也有跟我们分享我们的自我，还有魔鬼，还有神。那到底我们要怎么选择？我们要如何的去选择？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征战，每一天真的是每一天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再翻过来有把计划交给神，放手就能够遇见最好的自己。把我的计划交给神，在我的计划这边呢，我们写下你最难放手的事，写下最难放手的事，然后在神的计划这边，我们写下这几个字，上面已经有写好，写下主，我愿意顺服你。好，所以我们先写下，在我的计划这边写下我最难放手的事情。等一下我们还是要把它交出来哦。好，写完还是要交出来哦。好，谢谢宋恩借给我，不是送，借给我这个十字架。我们等一下就要把它交在十字架前面，好吧？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好，是真的交出来哦。今天都有录影哦，好不好？交出来的东西不要再那个拿回去好不好？好，然后我们写完，我们就可以一一的来到这个台前这边，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计划放手交给神，在主的十字架面前。锦荣哥总是第一个我们属灵的榜样，锦荣哥。这一张我允许你们不要写名字，好不好？不要写名字一样会交给学务主任，好不好？我们所有的这些我们都会交给主任。
写好了吗？就可以过来这边，来，在主的十字架面前。来，当你交出去的时候，一样要宣告：主，我愿意顺服你。我们的一只，是第一个。他说：主，我愿意顺服你。主，我愿意顺服你。哇，你们的计划很多，写不完的嘞。原来你们有这么多的梦想，相信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计划，交给神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些梦想不再是白日梦，我们的这些计划会变成神手里的计划。牧师来了，牧师的计划。我愿意顺服你。主，我愿意顺服你。那你要去泰国了哈。我愿意顺服你。压紧。没有写名字没关系，我们就推给别人就好了，那张不是我的。主，我愿意顺服你。有不顺服的人吗？主，我愿意顺服你。还有没有？还有谁？宋恩、雪丹，雪丹来。静红姐，宋恩在等你。这样。这么小，我不想看，不要打开。主，我愿意顺服你。真的吗？阿门。宋安，你太多招了吧？写不完了。主，我愿意顺服你。主，我愿意顺服你。自己怎么会重开啊？牧师，我不知道他刚突然就重开机耶，他刚才关机，牧师已经把它打很顺开。服，你怎么还有人写？可能是自动分享，没有把它关掉。还有谁呀？哎，静彤姐。好。那我们都交给神了哦，哈。那进去哦，都交给神了，写在神的十字架上。好，那我们用这首歌诗歌，我愿意顺服你。
在你爱的怀抱中，我愿意降服。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主，永远在你怀抱中。你是我，你是我的主。让我们来祷告，主啊，我知道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，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。当我们把计划交在你手里的时候，我们也把心交在你的手里。让我们每一个人用这一句话来祷告，带着信心对主说：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来，让我们一起来读。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阿们。来，我愿意降服。让我们音乐继续，灯光，我们全部关起来哦，灯光，灯光啊！你们手上拿到的这个是荧光棒哦，先不要开哦，先不要阻断哦。好，来，我们再一次，我愿意降服。有命定，今天他把他的光交给你，要你走出去，成为照亮世界的人，成为世界的光。我们一起说：主啊，我在这里。主啊，我在这里。请差遣我。请差遣我。那我们手上的这个光，都让它亮起来。这首歌，来，这首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一起起立，神是我们的开路者，让我们用这首歌来敬拜他。拿出大家的热情，因为
我敬拜你是你是开路者，新生机的神，亲手应许黑暗中亮光。我神，这是你我神。你是开路者，新生机的神，亲手应许黑暗中亮光。我神，这是你我神。你在这触摸每颗心，我敬拜你，我敬拜你。你在这改变人生命，我敬拜你，我敬拜你。你在这医治每个心，我敬拜你，我敬拜你。在这里，在这里，你在这，运行在这里，我敬拜你，我敬拜你。主啊，你是那开路者。你是开路者，新生机的神，亲手应许黑暗的亮光。我神，这是你我神。你是开路者，新生机的神，亲手应许黑暗的亮光。我神，这是你我神。你在这修复每颗心，我敬拜你，我敬拜你。在这修复每颗心，你在这修复每颗心，我敬拜你，我敬拜你。你是开路者，新生机的神，亲手应许黑暗中亮光。我神，这是你我神。
前，张牧师、爸妈、院长、主任，还有牧师，有在场的牧师都请你们来到台前，我们为所有的同学一一的来祷告，来请同学们开始过来排队，来领受祝福。把这个桌子移一下。往后退就可以了哈。好，来，请师长站前面这一排，师长面对同学。那同学们就是一一过来排队。每一个这样子，还是一排？好，来，那请大家过来，来领受祝福。啊，牧师也可以了，牧师，来，过来，牧师，你是牧师。那同学们很害羞说，哎，牧师可以，牧师也可以为大家祝福，牧师。牧师。好，来。好，来每个人，你们要祷告的盒是不是？你们不要排队，要祷告的盒。来，金红姐来，祷告的盒。第一个来，牧师你。那牧师你好，来，金红姐来。我们每个人就是一句祝福一句祝福，我们就这样子，每一个同学都可以对每一位师长祷告，好吧？然后完了就过来这边，好，雪萍牧师，好。来，后面同学接上来，来，你们不想祷告到12点哈，赶快接上来。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，谢谢你的爱在我们当中，主啊，真的是在这个时候，你触摸每一个人同学，你触摸每一个人，主啊，你触摸每一个人的心，真是同学可以领受每一个师长的祝福，真是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心是特别深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全心向你称谢，耶稣，你是如此的爱我，我们单单的属于你。主，你在这里献上一切，献上你的心，献上你的生命，我们完全的献给你。我来到你面前，全心向你称谢，耶稣。你是如此爱我，
我
大家先留步一下下哦，等郑勋一下，对，再等郑勋祷告完哈。那明天早上7点半集合在大教室，7点半在大教室，有没有都听到？有没有都听到？7点半太晚了7:25，明天早上7:25在大教室集合。稍等一下哈。留下来住，留下来住，可以留下来住的都留下来住。辛苦了哈，一整天，但相信身体上有疲累，但心灵上一定是满满的哈。那我们就请院长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。感谢天父，我们今天一整天在这里，我们享受到你的爱，我们享受到你赐给我们的话语。我们在这边，我们在这里寻求成长，主求你陪伴我们，主求你的恩典降到我们每一位每个人的身上，让我们所做的，我们未来能够为你发光，我们的未来能够完成你要我们做的使命。我们为这些献上感恩，我们也为今天所做的、所思考的，主求你祝福。我们现在接着要回去，我们要休息。我们主求你给我们一切平安的生活。我们为这些感恩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阿门。谢谢大家，明天7:25哈，7:25大教室集合。还有谁要接这个棒子？接往场要左右。这里要然后圈圈的。